喺上期視頻咧，有眾多嘅粉絲朋友咧，表達咗佢哋對我投資800萬投身於我哋信義三皇街嘅產業咧，佢哋認為係並唔值得噶，因為在佢哋眼中啊，佢認為我當下所做嘅事情咧，成功嘅幾率係非常之低噶。但實際上呢份養雞事業嘅背後，蘊含着我哋雄大而堅實嘅理想。呢絕非係一個簡簡單單嘅投資，而係承載着我哋對未來嘅無限憧憬同埋期待嘅。我希望通過自身嘅努力咧，推動信義三皇街產業實現規模化、品牌化發展，提升信義三皇街嘅市場競爭力同埋品牌影響力嘅。咁樣唔單止可以為我哋當地去創造更多嘅就業機會，帶動經濟發展，還能夠讓更多嘅人可以品嘗到優質嘅信義三皇街，將呢一份美味傳遞到全國各地。希臘有一則寓言咧，一隻獅子啊追趕一隻兔子，冇追趕上，咁狐狸咧就笑話佢啦。咁獅子自我解放咁講，跑個動機唔對稱，兔仔咧係為咗一條命喺度跑，而我只係為咗一餐午餐喺度跑。當動機唔對稱嘅時候咧，老大有可能放你一馬。咁當然獅子意識到啊，捉唔住呢隻兔仔嘅話會餓死咧，咁佢係一定可以捉住呢隻兔仔噶。做信義三皇街產業以來，我就好似嗰隻透明嘅兔子，每日嘅工作就係工廠同埋雞場兩邊奔波嘅，一邊咧就思考同埋實現點樣去將雞嘅品質養得更好，精益求精，一邊考慮着客戶嘅勸款咩時候可以到賬。同大多數傳統嘅老闆一樣，我每天都會攰到疲倦不堪，唔知道工廠明天是否能夠活下去，可能隨時都會面臨倒閉嘅風險。同所有嘅老闆一樣，我現在嘅常態係白天面對員工裝得好亢奮，晚上回到屋企就需要自我去調整一下，分解白天嘅工作量同埋壓力。由於資源嘅短缺，競爭激烈，如果想要活下去，只能夠讓自己變得更聰明、更強大。如今嘅我在創業嘅途中不斷咁奔跑，在劣勢中享受激情同埋快感。我而家嘅故事背後就好似一個小人物在大時代中成長嘅縮影，係一個極度熱愛自由嘅創業者，在自我實現中不斷碰撞。我非常明白自己再強大，如果稍有不慎，亦都會餓死。危機感使我不斷咁樣去突破自我嘅局限。在現在心智嘅時代，我哋每一所有人實際上只有一個職能，那就是成為中國魚條類食品雞湯領域嘅第一品牌。不管多困難，最後能不能成功，我都問心無愧。人一輩子啊，一生一定要做一件好酷嘅事情。每一公司嘅營銷核心係以成為存在消費者心智中魚條類食品雞湯品類代表為目標，通過把握商業發展趨勢，發展魚條類食品雞湯品類，成為消費者心智中魚條類食品雞湯品類嘅代表，並推動魚條類食品雞湯品類發展不斷進步，最終主導魚條類食品雞湯品類，創建真正強大嘅品牌。感謝大家對我投資信義三皇街呢個產業嘅睇法同埋建議，我並非貿然行動，已經制定咗詳細嘅規劃嘅，我心裏有好清晰嘅藍圖。我會利用互聯網去推廣營銷品牌，讓我哋信義嘅三皇街家喻戶曉。希望大家可以睇好我嘅決心同埋規劃，對呢個項目多一些信心，我會全力以赴嘅。